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杨桃汁应该是袂少人细汉的时阵的记忆，不过即阵的囡仔已经无咧啉杨桃汁啊，因为杨桃汁捌卖了足好诶，是安怎即卖杨桃汁足少看啊？而且即卖啉着的杨桃汁甲英国啉的嘛无啥相共。若讲到杨桃汁，大家拢会记得乌面菜。杨桃汁是安怎变遮尔少？乌面菜杨桃汁搁去倒位？咱今日来讲杨桃甲杨桃汁。即马莫讲杨桃汁足罕得看，连杨桃嘛足歹买会着。若是有，嘛毋是英国迄种伫路边就买会着，涩涩诶黑盐醋糖就会使食诶酸杨桃。即阵若买会着，是拢加足大粒，抑个皮黄色，较甜，佮较侪汤诶杨桃。这是后来才有种诶品种。杨桃本地是生伫马来西亚。毋过足早伫大清时代，台湾就有种啊。听讲本地是种伫北部，因为杨桃丛生了袂歹，会使种伫园林来看水。后来杨桃才豆豆啊往南线，先种去彰化、园林、二林，后来也种伫台南的南西，也阁有种伫苗栗的大兰。即两个所在拢有种足侪杨桃。所以南西有杨桃厝的讲法，大兰遐嘛有杨桃屋。一个是咧讲，因为种杨桃去趁着钱来起的厝；另外一个是讲家家户户拢有种足侪杨桃，才号做杨桃厝。杨桃种足侪时阵是1980年代，嘛是杨桃汁卖了上好的时阵。迄时全台湾有3500公顷的地拢咧种杨桃，毋过后来就哪来哪少啊。杨桃有5个蕊、5个念，若坏的册就会变做有5个角，像天顶的星，所以嘛号做星星果。安尼册一片一片5个角的杨桃是较好看，毋过英国人食杨桃袂安尼册，拢是一念一念册的。即就像英国咧册往来，嘛是规条册，逐块拢有头嘛有尾。因为杨桃嘛是头尾甲中的甜分是拢无相共，中是上甜的，若一念一念册，甜的甲较袂甜的拢食会着，而且伊中的籽会当切掉，会较好食。杨桃阁有足侪营养分，会使降血压、降胆固醇。中医阁讲，杨桃会使解毒、退火、化痰止嗽。只不过英国的杨桃真酸，无偌好食，嘛因为安尼，才有通春来生杨桃做杨桃汁。杨桃是愈熟就愈有汤，毋过愈熟的杨桃就愈歹运送，因为惊壳着会破皮，所以有的杨桃是还未完全教粉，就会当挽落来。放咧互伊变黄，后来开发的新的品种，较大粒，皮嘛较厚，就较好运送，嘛较好卖。只是讲若要做杨桃汁，是较教粉的，汤才会较济。上古早的杨桃汁是用酸味较重的迄种品种落去生的，放一盏杨桃，才搁下一盏盐，拢总落落圆汤仔内底，也是甕仔内底。一盏一盏铺好，顶面才阁用重的石头，也是重的物件缀咧。等伊出水发酵，差不多是爱3个月，了就会使摕来做杨桃汁。后来阁有生糖的方式，就是杨桃先用盐焯过，才阁一盏一盏放落去汤仔内面，只不过毋是下盐，
是一盏油桃，一盏糖，而且爱下袂少糖。烧工顶面嘛是爱用重的物件缀咧，这差不多2个月。这款生糖的做法，也佫有另外一款变化，就是头起先3工流出来的水先倒出来，蓝糖落去搅滚，干冷的时阵才佫倒落去汤仔内底。这拢是杨桃发酵的汤。杨桃汁敢会使用青的杨桃落去加汁，其实嘛是有人安尼做。青的杨桃切片，先生盐1-2工，才佫规个落落果汁机内底搅出来过滤，佫蓝糖就会使啉啊。也佫有一种改良过的杨桃原汁，嘛是先加做汁落去煮，蓝盐佫下一寡互伊会发酵的菌，安尼发酵的时间会加诚紧。英国的杨桃汁是农民挽落来家己生，也无中盘去买转来家己生做杨桃原汁。刷落来有大盘商，也是食品公司来甲因买去，逐间公司也是大盘，因有家己的配方，甲遮的原汁加工过，才佫装起来摕出去卖。农民伊家己生是用上古早的方式，就是生盐的，因为盐比糖较俗，佫毋免放遐尼济，成本是上低。毋过大盘当时才会来收，也是会来买，无确定。所以有时阵因生的杨桃汁会放甲海去，也是走味去。后来改良式的杨桃原汁，就是互杨桃发酵的速度变紧，菌放落去，毋免阁停候2-3个月。安尼因就会当淡工厂家己做啊。安尼做出来的杨桃汁，气味甲品质嘛会较稳定。热天卖凉水的时，卖杨桃汁是真早就有，毋过自从乌面串开始卖，真侪人就发现讲，这项生意足好赚的。伫1979年的报纸顶面，也佫有记者咧教大家安怎去摆档卖杨桃汁。伊写讲，只要准备3万块，就会使买一台车，甲车顶需要放的桶仔，佮开差不多2000块去买杨桃的原汁，买糖甲冰角，买一寡杯仔，一杯300cc 卖价小差不多4块。一桶原汁的成本是250块，毋过会使透600杯。若一工卖一桶就好啊，600杯有卖出去，就会当赚2400块啊。若安尼算起来，一个月至少有3万块通赚。也无怪伫日本时代，就有人讲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，因为卖凉水的利润足悬的。报纸顶面嘛写讲，像伫永和一间乌面串杨桃汁的档，伫热天一工是会当卖差不多2000杯，伫寒人也是会当卖几若百杯，规年冬拢会使卖。而且迄当阵永和已经有30外间乌面串的杨桃汁啊。乌面串是一个传奇的人物，本名叫做蔡金华，是嘉义鹿草人。伊厝内兄弟姊妹足侪，伊上细汉。因为厝里无钱，国小毕业就出外做工，捌伫庄仔窑做庄仔，也嘛捌卖过冰、卖凉水，拢无趁着钱。结婚了，伊甲伊的牵手全做伙来台北的工地做涂水，后来佫有家己开公司包工程，毋过无偌久，换就收起来，因为了钱。伊迄时就有想着讲，因过伊捌卖冰，佫想着厝内捌生过杨桃。所以，伫1978年的时阵，就甲人借钱伫山顶堡遐租一个档仔卖杨桃汁。伊的杨桃汁甲别人无共款，因为伊的配方内底有含中药，听讲是有人甲教的。重点是伊的生意是愈来愈好，所以伊转去申请商标乌面串，嘛开始生产杨桃原汁，互别人会当为伊遮摕去卖。真紧，伊伫婚林就开工厂，买机械做杨桃原汁。生意做诚大的时阵，迄间工厂也佫有卖别款饮料。销路上好的时阵，全台湾有2000间以上的乌面串杨桃汁。
迄时伊要求的就是3万块的权利金，佮家叫原接，安尼就会使采伊的看板卖乌面串杨桃汁。这算真古早进前的加盟的方式啊！到底卖杨桃汁敢趁到足侪钱？这我是毋知。毋过迄当阵乌面串真正互足侪人有工课通做。迄时生意好，乌面串杨桃汁嘛想要上股市，毋过因为发展了伤紧，煞转倒去。1990年法院拍卖时阵，估计乌面串这个牌子有1亿2千万的价值，结果3000万就卖出去啊！而且是伊本地一个股东，甲这个商标买去，也另外一个股东是买伊的配方。后来有足侪人，佮有大头家要出钱，叫这2个人都要合作，佮甲乌面串杨桃汁做出来卖。毋过这2个人拢无答应。20年后，咱佮看到乌面串杨桃汁，是因为佮有人投资落去做。毋过路边卖饮料的店已经足侪足竞争。即卖还有乌面串，毋过除了卖杨桃汁，嘛兼卖卤味。即阵真侪人少年细汉时啉过杨桃汁，已经拢找无啊。我嘛捌伫夜市看过用古早透明的塑胶桶仔底杨桃汁，毋过啉起来就是无相共。即阵的杨桃汁是安怎甲英国啉的无共款？配方无相共是一个原因，杨桃无相共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古早摕来生的会酸的迄款杨桃品种，已经足少人要种啊。就算中药的配方拢相共，即卖的杨桃嘛无共啊。杨桃汁会哪来哪少，其实毋是伊变歹啉，也是别款饮料竞争尔。也阁有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伫1990年代尾期，有医生发现讲，西药籽的患者若食杨桃会一直拍的。也有国外研究，就讲杨桃食了伤济，对有腰子病的病人是毋好的。高雄医学院的医生嘛发现讲，腰子有问题的人食杨桃也是啉杨桃汁，拢会硬神拍的袂当喘气。这款问题走出来，所以就哪来哪侪人毋敢食、毋敢啉。其实若是腰子正常的人食，是袂出问题。今日先讲到这，这个主题是有听友建议的，真感谢因。大家若有啥物意见也是想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前一阵啊，为着真侪当前一个头家甲有寄附大学1500万这项代志，有足侪新闻。这互我想到，自头这个节目都有收到寄付，因为毋是逐条寄付我拢看会到名，所以我会想讲，因若无想要互我，也是互大家知影，都袂特别伫节目来讲到。毋过我伫遮今日要感谢捌寄付过的人，特别是若寄付一摆的听友，寄付无论济也是少，拢是心意，我拢有收到，嘛真感恩。上重要的是，只要恁若继续收听，会介绍这个节目互别人，这就是上大的支持。今日真感谢大家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